記得辣妹吃拉麵，所以拉麵就叫做辣妹。被網友封為全台最辣日文老師的網紅長瀨坤尼，18號現身安南區一場日文公益小學堂，一出場就成為全場焦點。這次他專程從台北南下，就希望用生活化實用的日文教學來走入基層社區，讓長輩都可以一起出來學習。所以日前主動和台南市議員蔡麗清團隊商討，在暑假期間先規劃2場免費公益課程，結果首場就吸引不同年齡層的男女老幼到場朝聖，大家都充滿學習動力，相當期待。我就對日語有興趣，然後也沒什麼基礎，想說來聽聽看這樣。當時啊，要來去佚佗吼，要日本佚佗吼，嘛較會曉講語啊，禮儀聽寫較會曉講。所以這課程最有期待嘛哦。嘿，足期待的。這套課程，然後要怎麼做？可以吸引到，可以陪伴到一些長輩們，讓長輩們可以從家裡面走出來，然後一起來做這個愛心公益活動。那他的專長是日文，然後他就是完全免費的，1個月1次來跟我們的長輩們這樣互動聯誼，然後從簡單的生活讓他們學習日文，然後我聽了就覺得很感動，一直鼓勵長輩們走出來聯誼，然後帶動整個社區的情感，也讓我們多元學習，活到老學到老。過去在熒幕前上課總是多了分神秘感，不過這回卻是近距離和台下學員用有獎徵答互動，特別是顛覆傳統史記文法的方式，把拉麵、壽司等飲食的實用對話都搬進課堂，感謝粉絲一路以來的支持。社群媒體上面還是一直有日文教學的東西，然後還有 DJ 表演活動等等的，所以他們不管是我當老師的角度，或者是我當 DJ 的角度，他们都非常的支持。語言就是生活的一部分，通過這種輕鬆貼近生活的互動，讓大家發現學日文其實可以很好玩。也希望下一場8月15號能有更多民眾報名參加，一起來海南里活動中心快樂學習，開口說日文。記者郭吉台南報道。